闽南海水面嘅高平海比头，系太高雄地区最主要嘅用水嘅水路。寒天嘅时节，每日起水大体105万吨，将高雄地区民生用水嘅85%以上。不过，更加系春耕嘅时期，特别热嘅时间呢，系未必操到民生同工业用水，如何排查农业用水，安尼嘅话题有受到讨论。高平海总长171公里。 喺高雄县市262万以内主要用水来源，比起闽南镇下游嘅高平海南河坝，冬天时起水每日差唔多105万吨。不过，一条太高雄主要嘅起水来源，依照今年冬天嘅降雨量来算，民生用水最多可以用到2日底。高屏溪现在在我们堰址的流量是将近21个千米时，那现在是。 高雄地区的取水量大概是12个千米左右，所以说就目前来看，短期间来讲还没有所谓那个缺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供水量是足够的。大概可以支持到什么时候？依目前的条件，我们如果是做一个比较保守的评估，大概还可以维持到2月底，正常供水应该都没有问题。高平海系太高雄地区民生用水嘅主要起水河套，对顿800太水以後。 河床湿度情形更嚴重，上游嘅水嘛變得更尿。管理中心表示，鹽水池地嘅功能無從調配按度，再加上目前係高平海流域春耕嘅時期，農業同民生用水相爭嘅議題，要再擺本人拿出嚟講。伊講水庫限水嘅時節，竟然講所有工嘅田主唔做自由收工啊！俺眼見耕田人做好野水，哪有工嘅使啊？俺眼面同部分做插足路，冇水完全做唔得。 冇水，我揾一條人強一批嘅鋼鐵嘅後生嘅一條用嘅成分咯。這個時期大概就說，我們上游或者我們下游地區都在進行一些春耕。那我們上游地區，尤其美濃地方，大概有將近2000公頃的左右的水稻田。那這一部分呢，我們來講，可能用水量是相當大。那其實至於其他旱週來講，我們認為說，它整個它的供水需求會對。 如果民生用水不足的話，也會造成，就是說高屏溪流量不足的話，也會造成對我們用水造成影響。比起高屏海河壩上游嘅美濃鎮，太陽機嘅運轉上，落下睇一片一片嘅水田坑。從1月份開始，農民都睇無限是今年地區嘅活位，將近1400公頃嘅耕種面積，曾經提供嘅太高雄土米嘅使用量一年高達2/3。 幫民農得到高雄米廠嘅名號，靠水灌溉嘅農田一旦缺水嘅，農民嘅生活都會有危機。對頓太高雄民生用水嘅需求，辦公人士認為，除了經濟部所提嘅高屏太湖興建案，其實還需要檢討方式嘅治水方案，不應該同太高雄市嘅治水壓力全部都變成一條高屏海蛋糕。 现在短期之内的方案当然是现有的地下水、浮流水能够用的部分，一定要赶快把它取用出来。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在3月底之前，希望能够有一些备源的地下水能够产生，大概有20万吨的量。那另外比较长期的，我们希望有10万吨的量，可以从离港地区的13口地下水井。很多人都在谈说，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引水？那不做水库没有水，我们永远的思考的。 这个思考点就是只有这一元而已。现在我们一直讲说多元取水包括那么广大的一个平原底下的这种水库，地下水库的这个概念。那如果说能够有地下水跟地面水是一体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我们能够增加地下水的引水的面积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量体是足够可以来跟这个地面水来比拟。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地下水的水质是比较干净。利用地下水嘅概念來解決缺水嘅危機，也係學者所提出嘅看法。政府喺面對危機處理，假使搶用單一嘅流域當作治水政策嘅思考，嘅時節唔單止係民生用水，就連糧食來源也會出現問題。下個新聞曾分子高雄報道。